心平何劳持戒，行止何用修禅呢？就像这个图行证啊，我们的妙智慧还能够显现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时时要保持得清心公正的心，心平行足，就是何以天心呐？所以说，心平何用持戒，就是不行邪道，不行不公义的，不行十恶，心不平。就有私心，有贪求，所以说心不平，行邪道，就是人心、偏心、邪心，有人心啊，有道心、邪心，所以说这样的话，就会有烦恼痛苦的产生。